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头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29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有4个人死亡。另外，对7月18日开始，缅甸列入去高风险国家内。欧洲国家斯洛伐克宣布讲，要送予台湾1万剂疫苗，是因为进前疫情分假时阵，咱台湾有送70万剂喙安予斯洛伐克。民众有人注 AZ 疫苗，阁想要注莫德纳，家己有30位民众去互掠到。台北也有一位红一家停车司机已经违规注无共款的品牌疫苗啊。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29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4个人死亡。若讲到缅甸的疫情当咧滚价，对7月18日开始列入去高风险的国家，那准是对缅甸入境的旅客拢爱集中检疫14天。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好，我们现在确定病例，本土的病例有29例，那居隔检出阳性的是7例。好，境外移入3例，死亡的个案有4例。那居住的县市是台北市14例，新北市11例。但整体的趋势它还是往好的地方。好，所以这要持续。好，目前案件数没有那么多，那把现在的疫调做得更精确。这个缅甸在这个列入我们重点的高风险国家。那自7月18日0时起，抵台的时间，那入境后进到集中检疫，检疫14天，是为了自己好，不要就是说，一方面又是一个不合规矩，然后第二个又是对自己身体也不见得绝对的好。这样的事情但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做大家要一起配合，这都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打疫苗，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民运动，那一定要全民大家要配合，这样才好。看到 A+M 反应，当然免疫反应确实当然是比 A+A 来的好像是更好。那有美国、日本、立陶宛送疫苗予台湾，今嘛欧洲国家斯洛伐克也宣布要透过后面机制送予台湾1万剂疫苗，是因为进前疫情伫咧滚价时阵，咱台湾有送70万剂喙安予斯洛伐克。斯洛伐克驻台湾办事处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无甲朋友放袂记，要送1万剂疫苗，表示支持。欧盟15宣布，透过欧洲民事保护机制来协助各国注疫苗。欧盟上济负担75%运输的费用。透过这个机制管出去的疫苗，目前已经超过300万吨，名单内底包括由斯洛伐克提供予台湾1万吨，这嘛是伫立陶宛了后第2个欧盟国家管疫苗予台湾。外交部我们对于斯洛伐克的真诚友谊跟善意，表达我方的由衷感谢。目前他们还在进行最后相关的法律的程序，因此包括疫苗的种类，还有运送的时程等的相关的细节确认当中。台湾进前拢总捐予斯洛伐克70万剂喙安。斯洛伐克经济文化办事处伫人民册表示，斯洛伐克并无忘记你家己的朋友，感谢台湾捐喙安予因。即马斯洛伐克嘛要捐1万吨的疫苗予台湾来表达支持。斯洛伐克嘛真挺台湾，去年就甲台湾列入去绿色国家的名单，而且5月份国会会头一届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A。 Wishes of best luck go directly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even more specifically to Kaohsiung City, which is our partner city. And I also hope that the WHO will be able to help, and maybe will help Taiwan become a member of WHO. 欧洲友善台湾的声音是渐渐唱悬。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15通过呼吁欧盟制定中国新战略报告草案，除了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嘛支持欧盟甲台湾启动讨论双边投资协定。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同款嘛通过对抗中国的麻药法案，法案呼吁美台扩大经贸关系，就驻美代表处正名展开协商，而且强调联合国承认的中国并无包括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有民众伫咧乱注疫苗，先是注 AZ， 落尾阁想要注莫德纳，将话伫咧风声讲有警察也是同款安尼生伫咧注疫苗。经过调查，可能是一件无影无迹的代志。另外，伫家己有30几个人已经注过 AZ 阁伫登记莫德纳，好加在医护人员有发现，随甲因压出来。袂少老大人来注射站准备要注疫苗，门口的工作人员摕因的健保卡。一个一个插卡用电脑来检查，就是要比对这要注射的人，敢有2人要注无共牌子的情形，确实有比对到一个时段。
第一档已经注过 AZ 疫苗啊。 5月12号的时候曾经施打过 AZ， 好，那他今天也可能他觉得说他想要打莫德纳，所以他今天也带着资料哈，他就来我们的快打站。台中市阁传出有5个个案，第一档注 AZ 疫苗了后，阁去注射站注莫德纳疫苗。台中市府随启动建立健保卡连线系统，用电脑来判图，确认敢是已经有注过疫苗啊。 较进前用人工来检查健保卡，较会当预防有民众2档注无共牌子的情形。不过，即马中华嘛传出客户分局的警察有2档注无共牌子的情形，警方随启动全面调查，认为这是假消息。目前都还没有开始施打第2剂，所以没有所谓的混打的问题。我们将依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社会法依法严办。警方甲卫生局拢启动调查，中华县的警察目前拢是注第一档疫苗，嘛有列名册送去卫生局。 目前还咧听候注第2档，嘛会追查散布谣言的人来发办。因若家己嘛有传出30外个人注过第一档 AZ 了后，却过疑要被注莫德纳。他真的记忆力比较差，他真的是忘记的，不是故意的。好，那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觉得说，他很希望就跟德国总理梅克尔这样子打。包括阳明病院甲圣马尔定病院，拢传出有人2档想要注无共牌子的疫苗，即嘛透过资讯管理系统来比对，要把这医药的名单找出来。 那2档是无共牌子的，就会直接甲伊取消。院方表示，目前还未开放2档注无共牌。若是注无共牌子了后造成不良的影响，是无法度摕到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给付。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政府所设的疫苗登记平台，对10日开始开放第9类、第10类的民众去做登记。第2回登记的民众今仔早起开始一定会当去注疫苗咯。另外，伫台北市有一个防疫计程车的司机，5月捌注过 AZ 疫苗，7月安排去注第2档的时阵，却放列伫咧无电脑的名单内。不过伫咧注的时阵，伊也无甲医护人员讲伊注过 AZ 疫苗啊。注煞却共顶讲，伊就是拍破规定的头一个人，有影是歹鬼带头。 医生详细核对身份资料，各问民众的身体状况，确认无问题了后，医护人员都按照顺序为民众注新冠疫苗。这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嘛，所以当然会有点担心。不过就是会问很多相关的朋友、厂商等等之类的。症状应该也算少数，所以自己不会就一直烦恼那个事情，就觉得有疫苗就先打比较好。 COVID-19 公费疫苗有约平台10日开始注第9类、第10类 AZ 疫苗，第2轮完成预约人数差不多有94万人，真侪人透早就按照预约时间到注射站。这一波我们就是先接的就是50岁到64岁的，然后每天这一个施打1020个人，那这一个礼拜1到礼拜6。就在国内新冠疫苗陆续到货同时，各地拢有注2剂无同款疫苗的乱象发生。自进前高雄台中的案例发生了后，台北也有防疫计程车司机5月才注过 AZ，7月初5搁去瑞湖高港注莫德纳疫苗，而且注完了后，才向医护人员讲伊注过 AZ， 也甲共道的人等讲伊是政府命令禁止注2剂无同款疫苗政策之下第一个突破规定的。 可能有故意或者是有点在避开这样子的话题，因为那天的状况比较明显是，他打完以后，他才把他另外一张黄卡拿出来。另外，松山机场10日也发文予机场排班计程车自律委员会，因应Delta变异株伫全球拓开，而且传播力真强。防疫车队是接触入境旅客第一线高风险工作人员。那8月初1开始，无注第1剂疫苗的防护车队司机，袂当再送松山机场入境旅客。不过，这公文也引起司机的不满。我们都已经就近上在航空站里面叫他们来打了。 优先给他们来打的，车子让他们去打一下而已，他们还是不去打。民航局表示，因为国内疫情还未完全缓和，加上疫苗已经慢慢普遍，国内有防疫计程车队的机场当中，桃园、台中、高雄3个机场的防疫计程车队司机拢已经完全注疫苗，因为维护司机的安全，台北国际航空站则希望用透过这个方式鼓励司机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注疫苗的部分，若准是主无共款的品牌保护力，敢会较好咧。台大公卫学院今仔日就用西班牙的经验来做说明。若先注 AZ 佮注 BNT 疫苗所产生的中和抗体，会比干那注一丛 AZ 是佮较济。不过台大也讲实验对象是外国人，咱台湾人的体质敢通安尼做，恐惊是过来实验。即马疫情退烧，政府希望民众会当注疫苗来提悬保护力。毋过，煞小连续出现有人两重注无共牌子的情形，大家开始讨论两重注无共牌子，敢会当真正增加保护力？台大病院伫16日的记者会，有学者提出西班牙的经验显示，强调讲先注 AZ 再搁注 BNT 疫苗，比干那注一重 AZ 中和抗体保护力会较悬。防疫还是以这个科学来做根据，但是科学还是不能够脱离人性。所以当然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疫苗混打的一些现象，我想一部分还是跟这个人性是有关系啦。这一篇文章其实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它发表在 Nature 比较有公信力的杂志上面。那这些东西大家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它的样本数很少。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以抗体中和囊的这些样本数，其实已经蛮够的。至于它能不能就是说应用到其他的种族，那么当然，所以需要国内的资料来做支持。另外，台大公卫学院认为讲，注一重疫苗，佮加上挂喙罨，会当等于是外国注两重的保护力，认为会当加做国内注疫苗的政策，也佮有解除封锁的参考。有这样，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一剂疫苗施打的情况之下，等待2剂疫苗的同时，可以这个安心那不必说一定要这个等到我们加零完全都全部都加零之后才来做解封了。学者认为讲，为了要让民众会当安心坐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民众除了注疫苗，政府嘛会当建立居家快筛检测的认证，加做坐大众运输工具的参考，让大家会当安心坐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各县市拢伫咧拼疫苗注射率，南投因为疫苗存了伤过济，煞引起政人讨论。县政府最近也赶紧发39000张的通知单出去，希望赶紧叫民众来注疫苗。另外，伫咧彰化部分是惊讲政人来排队会造成群聚，就用生时日过来甲民众分时单，民众的反应也讲实在真好。你等一下要先量体温哦，再写。彰化7月16日开始，连续6天要来注 AZ 疫苗，注射站透早就出现人阵。彰化用生日分流的方式，反应是袂歹。我57年2月20啊。所以你时间是当时啦，爱几点来？刚跟你讲。8点半到9点半。赞。哪个？这样刚刚好，不会太多人。不然呢？不然以前是怎样？太多人不好，危险哈。彰化上大的注射站一日会当注1000人，平均1点钟通注200人。为着避免民众上早来等，造成群聚，彰化用生日的月份来做分流。若约9点到10点要注射，1月份到3月份出事的人，会使9点10分到9点29；4月份到6月份出事的人，就通伫9点20到9点30分来，用这款方式来做分流。那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人潮聚集，减少现场的一个群聚，那减少民众的一个担心。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能够配合我们以生日分流的一个做法。分流不错啊，比较不会人挤人呐，防疫做得比较好。彰化惊人伤济变做群聚，南投是惊无人来注。南投佫剩37755支疫苗，剩的比例有40.7%，是全国上济。官府表示，最近已经发出39163张注射通知单，望会当提升注射率。不用排队，也不用风吹雨打日晒那这样子也可以避免群聚那所以我们诸多的一个考量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施打的时间稍微延长。会惊，听人讲会惊。听人讲会惊所以唔敢做啦即摆有啊，祝贺啊。祝贺啊。我来祝贺啊。南投县府表示，进前注射率较低，和人口老化和农业社会形态有关系。不过，即马是有信心，伫7月22日进前注完春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陈建仁有去参加高端疫苗临床试验，伊本人上节目的时阵也讲到，做了后是无虾米款的这个不良反应。就有一位台北市议员甲伊讲，陈建仁所做的就是疫苗。不过陈建仁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家己做的毋是疫苗，是安慰剂。这位议员竟然家咧唔放继续质疑陈建仁为虾米会当提早知影呢？高端疫苗公司今仔日出面来回应，讲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人人拢想要赶紧来做疫苗。为着个人的权益，会当要求了解讲家己做的是疫苗，也是安慰剂。高端联亚两间国产疫苗要拼通过 EUA， 前副总统陈建仁有参与高端疫苗临床试验，伊捌伫节目当中表示，接受试验的过程当中，并无任何不良的反应，身体嘛无爽快的感觉。不过，台北市议员王凤美指出，高端二期试验的阶段，总受案差不多是7600多人，大部分的受试者唔知影家己做的是疫苗或者是安慰剂，敢若有陈建仁知影伊家己做的是疫苗。不过，陈建仁伫15的时阵，伫人面前背回讲这是错误的信息，强调讲伊做的是安慰剂，所以去互王凤美质疑讲，是安怎会当个别来解盲，敢是有特权身份的问题。陈建仁可以在7月14号就被通知到。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国产疫苗的试验或者疫苗的施打，没有道理说陈建仁知道，但是其他的受试者不知道。王凤美嘛质疑讲，是安怎陈建仁真正还佫会当替高端的安全性来挂保证？面对风波的炭烧，高端16发声明讲，二期临床试验4000人是采用双盲的试验。不过，因为国内扩大子宫肺疫苗，若是受试者已经有子宫肺疫苗的资格，为了依护因的权益，会当主动要求紧急个别来解盲。另外，高端有得到法规单位的核准，申请加延伸性的试验，若是有同意参加，就会个别来解盲。若是属于安慰剂的迄组，会当选择补助2档的高端疫苗；若是有符合子宫肺疫苗的资格，买当选择做其他牌子的公费疫苗。这个计划里面就有跟我们说，我们大概多久时间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包含回去打第2剂，包含之后的回诊、去检查、去抽血。我们在打第1剂之后呢，马上就已经预约下一次什么时候去打第2剂了。嘛有受试者表示，因参与的高端临床试验是做计划，差不多有200个人做的拢是疫苗，并无安慰剂。除了做的头一天手骨会痛，身体并无其他无爽快的感觉。目前已经伫等要做第2档的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全台湾各地头为着病例情形。今仔日是增加29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带病入境，也有4人死亡。若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有14例，新北市今仔日有11例，桃园有2例。这个宜兰甲彰化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总病例数已经有15378例啊。咱继续来关心着咱台北市宽南市场这个疫情。伫咧15的时阵有进行第3回体检，搁再找到3个人确诊咯，其中1个是复原了后搁验出阳性个案。确诊者的大头啊4块链等店家，市政府也当咧追踪。第一，搁菜市场的外围单位真热闹，人甲车拢真侪，入入出出。伫顶仔卡未聚散的这个打商，大部分拢伫9点进前个卖了收达。但有风声讲，甲伊做伙大的厝里人伫宽南市场做生意，去逢隔离，但伊煞会当正常摆摊做生意，个烦恼会出现防疫破口。但附近的打商拢为伊感觉冤枉。现在是宽南他们，就是附近他们季度去检举了，我们都打了啦。宽南市场驻地会长嘛斗讲话，指出这个打商伫宽南市场做生意的处理人，并不是确诊者，是因为接触者逢隔离。佮讲到新增加的2个确诊个案，分别是被迪拜打商，佮有另外1个打商无带做伙的家属。只是他们是同一个工厂出货的，对。而我说有没有他们自己有没有接触？他本人是表示说。他们不同住的地方，吃饭跟作息时间都完全没有跟他们父母接触到。因为环南的那个摊商，他本身并不是确诊者，他的邻近摊位有确诊者，所以被匡列为接触者。他的父母也没有跟确诊个案有接触。那卫生局他已经发新闻稿去说明说，依照现行的规定，目前是不需要去做隔离的。
为了防堵昆兰市场群聚感染，昆兰市场 PCR 体检1个月做3届，最近的一届10个月的区体检，1657个人提出3个确诊，其中1个是旧案的外部送会员，另外2个新增加的个案，分别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佮有打伤的家属，已经进行单位的封开，而且全区消毒。即马打伤也是工作人员，要入去昆兰市场，必须按路卡显示 PCR 阴性，也是已经做疫苗。记者郭灿安、陈昌伟台北报道。有民众去检举讲，高雄凤山百品市场内面的大头家，有的人是喙暗拢唔管好势。农业局昨去到现场稽查，也抓到一个卖肉的头家。经过调查，伊已经唔是头一届违反规定啊。农业局也限制伊着爱关店3天。另外，伫咧台北有一对翁仔某，家己驶车出门，伫咧车顶要甲这喙暗流落来啉水，警察看到，甲伊叫来，开一张3000块的罚单。民众摕手机录影，讲是要保护家己的权益，想袂到罚单煞变做15000块。到底是爱罚偌济呢？这爱由地方的卫生局来认定。好，这个不要，这口罩啊，对，口罩住。15号暗时，农业局又搁来到高雄凤山百品市场稽查，因为这又搁互民众检举有人无挂好喙暗。外面活动的时候还 OK 啊，外面只要里面的话就是以前长过沙包的。民众甲喙暗揪到下海，搁近距离甲人开讲，就是安尼较防许来检举。但凤山百品市场顶个月才因为外包厂商的员工无挂好喙暗，互开7张罚单。这位民众嘛是其中之一，伊收到2张的罚单，但是这届又搁互告发，等于连续3届违规，嘛互农业局要求伊要停业3天。违规3次的这个业者，然后农业局已经要求勒令这个业者停止营业3日不得进入市场。先睇下咩？直接看下咩？伫台北嘛有民众开车载太太出去，2个人伫车顶甲喙暗客来啉水，互环境发现来开罚。民众指控伊家己用手机来录影，环境说甲罚金，为每一个人本来3000块，提悬到15000。2人以上同车就应佩戴口罩。助理员警当场说明，罚款3000至15000元。派出所回应，员警有伫现场说明罚金的范围，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要由市警察局来认定。不过嘛有提醒过当年伫咧执勤的时阵，就要有同理心，较袂引起着争议。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台北报道。讲到最近花莲市接触地震，16透早7点的时阵，花莲市发生规模4.7的地震，伫2点钟内就发生16届地震。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这寡地震拢唔是新的，对14世纪开始到今仔日，地震尾有3尊，拢总有60届的地震尾。也讲到这寡地震尾的规模会愈来愈小。画面海面线，这是这日数伫花莲大桥的监控画面。16透早7点外，花莲地区就地震真济，因为连续真济天地震，就连花莲当地人拢认为无敢来正常。有一点点害怕，不太正常了。以前就是一个大震，然后几个小震这样子就完了啊，哪有震1、2，连续震3天的？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指出，花莲今日早起7点开始发生瑞士规模4.7地震，地震深度6.8公里，上大震度花莲4级。将近2点钟发生16摆地震，规模为3到4.7。地震计真密集，其中有15件集中伫7点到8点之间。根据统计，为10时开始，最近3天已经发生60件地震。在我们的预期之范围之内。这个余震就是以群震的形式在释放能量，它中间这个停顿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相信已经不会再出现有5以上的余震。当地警消巡视了后，无发现或者是接到灾情通报，按过受地震影响，台铁中地到凤林之间列车拢延误。台铁表示，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行驶，总共7列次，差不多373人旅客受到影响。地质学家表示，地震伤过济，医院爱继续观察，免放轻松。它只要一发生规模5点多的地震，它就会持续在1天之内或2天之内，就有将近10个地震在持续发生。这种群震的现象是跟当地的地壳的结构或是断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地震中心表示，地震还会继续1礼拜左右，按过进度已经慢慢转好，加时间也悠长。规模5以上的地震几率是愈来愈低。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Delta变种病毒正在吞噬全世界，伫1年14新增加54500人感染，病例数也超过印度，变作是亚洲上界严重所在。有专家表示讲，疫情应该是更较严重，是因为体检的数量太过少啊。因为政府也赶紧来甲民众注疫苗，不过因的疫苗注射率只有5.5%，情形是无啥乐观。救护车伫路来来回回，送需要隔离的确诊患者。1年14新增加54517个确诊，加991人死亡，总共死亡人数已经到69120人，和1年超过印度变做亚洲新冠疫情的新阵容。死亡增加，和殡葬业者处理维护，当地民众斗相共乌望，也个真侪职工去死者厝内斗相共处理后事，也个环境的消毒。Hari pertama yang meninggal laporan hanya 1. Karena mungkin hotline ini belum tersebar. Hari kedua 3, tapi tadi pagi hari ini bisa sampai 7. Jadi memang kondisinya lambat laun naik kondisinya di lapangan. Jadi memang cukup mengkhawatirkan kondisi di Kota Bogor ini. 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真侪确诊病人造成印尼的医疗体系强要袂动的。印尼政府正全力替民众注放射。Yang过到目前注射率只可能5.5%。Kami sudah masuk pada worst case scenario yang sudah kami duga kita akan naik di atas. Ya kita berharap jangan lebih daripada 60.000. Karena itu nanti mesti ada perkiraan lain lagi. 专家讲，印尼政府进前无实施严格封锁，也无对确诊者进行疫调，才造成这么付出沉重的代价。像这种情形也发生在缅甸，14有145人死亡，新增加确诊的患者7089人，2项拢创新高。泰国这么有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形，第15新增加98人死亡。受到曼谷周边的巴吞塔尼府，有7个人穿全套的防护装备替死者火化。伫东北海的南韩，因为Delta变种病毒扩散。16公布新增加1536件新增加的病例，也综合疫情1年半以来第3高的纪录。连续10天，每天新增加病例数拢超过1000。不过，只加增加1个死亡案例。잘 4단계가 돼서 다행이라고 생각해요. 지금 코로나 확진도 많이 나왔고 많이 나왔는데 계속 이대로 가는 것보다는 4단계 돼가지고 조금이라도 줄어드는 게 훨씬 더 낫다고 생각해요. 疫情讲未来将要办奥运的日本，东京都第4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要求餐饮业者缩短营业时间，并且禁止提供酒类的饮料。另外，日本政府也伫咧网络顶新增加各间店面的防疫评价机制。有餐饮业者不满被针对，认为政府应该先停办奥运。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讲到澳洲第2大城市墨尔本，因的疫情正在行，当地政府宣布讲，对15饭店过后要封城5天，这已经是墨尔本第5届封城。也因为澳洲疫情严重，各地头政府拢用封城措施来管制，这也代表讲澳洲有40%的民众拢爱踮伫厝内面防疫。Delta变种病毒伫咧澳洲传开，维多利亚省15新增加18例本土病例。包括2例北京球场看比赛，也有1人对雪里来的搬家具的工人。维多利亚省的省长紧急宣布，自15月半暝开始实施5天的临时封城措施。You only get one chance to go hard and go fast. If you wait, if you hesitate, if you doubt, then you will always be looking back, wishing you had done more earlier. I am not prepared to avoid a 5-day lockdown now, only to find ourselves in a 5-week or a 5-month lockdown. 这项决定和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实施第5遍的封锁。安杜鲁讲，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18月病例有9千位接触者，要进行追踪甲检测。若是国家这么就伫咧封锁的新南威尔斯省，澳洲至少1200万人，差不多40%的人口，要踮伫咧厝内防疫。So based on the fact that we had 28 people infectious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last 24 hours, I am predicting we will have higher case numbers tomorrow. So we are in a stage now of stabilising,
But we want to do better than that to get out of the lockdown. We need to do better than that to get out of the lockdown. We need to see a decline. 澳洲第一大城雪梨是这波疫情的热点，目前正伫咧封城的第4礼拜。雪梨政府讲，当地疫情已经稳定，伫过去24点钟过新增加65例确诊，严过会搁再封锁2礼拜，甲所有社区的感染源拢消毒。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讲到东京奥运特别举办啊，除了选手来到位，各国的媒体也渐渐到因的媒体中心。主办单位有针对着各国记者进行防疫管理，入境了后的14天要遵守防疫规定，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也着要避免接触到日本的民众。日本东京奥运的防疫措施虽然有采风泡泡，唔免亲像台湾真正隔离14天，14天内只敢若会当伫咧场馆甲饭店2边来回。场馆内面有特别的接送巴士，只要有相关证件才会当坐。坐伫车顶要保持安全距离，也只敢若会当坐到指定的比赛场馆。C 的话是今天新开的，是 C21，还有 D 是 D26，但是现在只有晚上才有，现在是白天是不开放的。比赛场馆也未开放，若要去，要去指定的所在申请专车，要若专职的计程车，也打电话预约，也较贵。严过司机只敢若挂嘴安，无穿防护衫。今年东湖媒体中心有提供各种的软媒体服务，亲像是照翕相机、为版权的相片，内面也有几多台专门给媒体使用的比赛资讯查询系统。就以对澳洲来较有名的体育记者，这边是伊第6遍采访奥运。伊讲日本人做代志真认真，互人真放心。This is my 6th Olympics, and it's a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 because normally I'd be out on the streets of Tokyo and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host city. I can't do that for 2 weeks. So it's a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we understand the measures and are happy to comply. 伫奥运正式开幕了，规个媒体中心会正热闹。东湖也准备简单的点心、饮料，和世界各地的媒体会当补充能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东京奥运后礼拜就特别开幕咯。今仔日农委会宣布讲，咱台湾的金蕉头一届红选做奥运选手村的食材，会送5000公斤的金蕉入到日本，要互全世界运动选手都会当食到咱台湾上佳优良的农产品。今仔日我真欢喜听到伫东京奥运世界的选手会当食台湾的金蕉。东京奥运即将在下周5开幕，我相信台湾的香蕉一定会带给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满满的活力。将咱台湾的金蕉送予日台交流协会，代表2个国家友谊坚固，也做伙甲奥运选手来加油。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台湾金蕉要选做是东京奥运选手村的食材，是爱通过东京奥运委员会严格审查，也代表着咱台湾的金蕉品质是世界级的。希望透过着这届机会，互金蕉拍入去日本市场，拼一年有上万吨的好成绩。金蕉看线，咱来看到咱的台湾麻。日本是咱台湾麻外销的重要国家，却因为今年日本碰到疫情，搁再加上国际运费变贵啊，对台湾麻的需求无应过遐尼济。不过，这个饲麻的民众来讲，颠倒或者品质袂歹的麻会当留伫国内，希望政府会当来倒推广。甲饲料倒入去，窟窿内底的麻真紧就挖过来。外人讲，今年因为外销去日本的量较少，国内目前的麻品质拢袂歹。日本那边反而需求量变成说，他们自己养就自己足够了啊，所以说今年台湾，所以说他们没有说订单，可能就觉得说可能需求量比较没那么大。嘉义县麻的养殖面积有41公斤，今年的产量有130多吨。为了减少疫情对麻的销路的影响，嘉义县政府把麻加入水产品多元开发利用计划当中。希望协助麻农开发新的国内市场。我们也成立了一些直购的贩卖区在我们的县府的脸书上面还是说透过电商平台等等来协助我们的慢农。麻农表示，麻油外销的问题，除了目前疫情的影响，其实未来嘛阁会有中国迄边介绍的竞争。希望趁这届机会推广国内市场，增加民众食麻的习惯。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北市警察局今仔日举行局长的交接典礼，陈家昌因为年岁关系要来退休，由前台中市警察局长杨冠明来接任新局长。市长郭文迪是希望讲，伊会当甲
这个治安还有交通做好势，而且是为民服务。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今年4月，和外人创日，将警用电脑降害器引起真大风波。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真侪摆亲身开记者会，所以起煞个连续发生北投调解油、加中山区餐厅也加抓这治安事件，打击警戒士气。如今伊伫个16届龄退休，接替人就是伊。我想不止个案的侦办，对于这些溯源追查这些后面的这些犯罪的网络跟成员，以及他的金流、金源，都必须做彻底的追查，才能够彻底来根除。这个印信杨冠明完成交接，正做新任的台北市警局长。上任第一天表示会兼顾防疫甲治安，继续打击犯罪。杨冠明是警大47期毕业，担任台中市警局长是将近4年，也捌伫台北服务将近20年。出任过文山一经分局分局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只是进前却传出因是郭市长所介的竞选。行政嘛，人事、会计跟主计跟这个政通是一条边，所以原则上我们都尊重这个一条边的系统哦，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什么样的人选。官提指出，陈家昌在任内台北市重大案件100%破案，所以杨冠明这边上重要就是要将治安、交通甲为民服务3件代志拢做到位。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有设一个全国教保资讯网，内面有全台湾幼儿园的资料。不过，就家长反映讲，这系统无资料无讲解济，找资料也无方便。点入去全国教保资讯网，照顺序点条件，就能看到全台湾幼儿园的资讯。不过有家长反映讲，要查资料有淡薄麻烦，要一直输入验证码，资料也无够透明。网页的设计上比较没有那么方便，靠人力一笔一笔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去统计出这些可能违规的相关案件。应该把这些数位资讯都公开化。那除了是便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去运用这个大数据的统计，裁罚违规案量的数量的多寡。不过，即马做地图治安传出好口碑的江明忠，搁在设计出一张地图模式的台湾幼儿园地图，会当直接找出你所踮的迄个所在幼儿园来做比较，连收费的标准是不是有被发过，拢看现。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一个一个的三角形，它就是代表一个一个的幼儿园。它的开放的资料的部分并不是相当完整，目前有6000多所的幼儿园，我就必须模拟6000多次，然后才可以把这所有的资料下载下来。但是它如果有机会透过开放资料的方式，我可能1-2分钟我就可以取得需要的资料。从一开始的基本资料的查询，到后来我们又加了评鉴资料、幼儿园的收费，那以及幼儿园的裁罚、立案面积啊，然后立案证书啊、负责人这些栏位的一个公开的部分，我们后面会再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演绎。因为传统的用人工统计资讯，唔那开时间也容易出差错，而且有真侪家长批评讲，官方版的资料库更新无够紧，无论是重大违规或者是小缺失，拢有可能被砍掉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一直咧互相传。另外，蔡壁如就希望教育部直接开放资料，促进公家甲私人合作，会当互幼稚园因为市场的机制强化良性竞争。国教署也讲，接落来会针对开放的方式做研究，互有关环境的资讯更加透明、更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施行三级警戒到今已经2个月啊，新竹的内湾老街目前已经有20多个店头，因为租金的压力，无法度继续开落去。就这个百大店家讲，因也是领无纾困金，即马连食饭拢有困难。看过去，规排店头有营业的无几间，这是新竹内湾老街目前的状况。自5月进入3级警戒了后，即搭强要看无观光客，真侪打商付不出租金，选择离开。这没有人怎么生意会好呢？你可以看得到啊，嘎。我每个月还要缴房租费呢。是不是有很多店家都已经休息了？都已经收起来了，你看这些全部都搬光光。相关理事长讲，这边做生意的大部分拢算是路边摊，因为无发票嘛无营业证的关系，所以也无法度申请纾困。我们申请什么都没有，都申请不出来。我们内湾呢，目前大概有300多个店家。
好。但是其实说真的，有统编店家大概只有1/10，大概30家左右。目前确定就是有统编店家，我没有登记过，目前拿到4家。台湾多数的打商拢是因为疫情关系，自主暂停营业。即马敢若会当寄望疫情豆豆转好，恢复英国人潮。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讲到花莲大溪是全台湾蛤蟆市上界济所在，不过最近受到天气影响，也有外来种空竹蛤的迫害，这蛤蟆是饲袂生起来。蛤蟆伫边啊，满满的空壳拢是采收了后剩落来的，要等待工作人员再去拼掉。最近天气稍热，不过过到了后，阁会落西北风，互气温的水质环境改变。最近大溪溪骹斗都传出有真侪蛤蟆死去，甚至有渔民讲收成干那剩一成。啊，这头搞成空壳啊啦，头是啊，这就一捆到这，安尼拄啊，这个头也无2000捆呢。啥？这个根本都无一成嘞啊，好点？这个根本都全部拢掠杀了，都无够工钱啊。当地渔民表示，除了受到气候影响，空竹蛤6、7冬前伫大溪生团，而且这1、2冬的情形是更加严重。空竹蛤大量增加，互蛤蟆的生长空间受到压迫，有袂少蛤蟆就安尼死了了。即摆人逐窟都有这个入海水，因为海水里尾就有这空竹啊，啊空竹里面吼，就是蛤蟆就是无好啊，就是会甲食掉啊。渔业保险的部分的确是应该是要来做推动啊，所以我们也再来这个做这个相关上的这个进一步能够来保障渔民上的部分，还有加强这个养殖上的技术跟管理。农业处表示，今年5月正正拢无雨水，蛤蟆生长率拢维持甲袂歹。不过后来却因为连续落雨，养殖环境改变，互生长率敢若剩3成。农业处最近会到现场勘查，辅导渔民加强渔温管理，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瓜仔树，花莲是出产上界济，不过但日热天因为伤过热，香瓜仔树拢会冷气。花莲农改场特别搭网仔来甲香瓜仔树炸黄，这产量也变甲真济。花莲农改场的香西瓜仔树示范园区，因看到无打乌棒的香西瓜仔树已经打死，其他所在也是差不偌济。正常的话，它的正常叶片会像这样子，都是翠绿色的。就当开始过度曝晒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子，开始黄化，那开始就会枯萎，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整株死亡。啊，毋过伫乌棒的下骹的不止无拍伤，抑个产量加出真济。现在没有网子外面那一块它是属于比较空的，那么网子底下它几乎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有减产的问题。所以稍微对照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它减产最少大概达70%以上。香溪瓜树上大产区吉安乡，目前甲农改场合作农民无济，主要原因就是说乌棒的成本伤过悬。这点确实是农民比较会考量到的问题。目前我们计算大概1分地的成本可能在5万到6万之间。有时候他们地不是自己的，所以说你这费用这么高的话，一搭下去的话有没有？那如果说地主他要收回去怎么办？花莲是全台上大香溪瓜树产区。差不多有181公顷，4到5月产量，每工是80吨，不过到9月产量就减价60吨，计数也为每公斤40块提悬到90块。农改场强调，大乌棒除了因减少热天关粉对农作物的伤害会提升100%的收成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黄基溪是伫咧埔心溪水头，下流经过内里甲的市中心，溪水的污染源大部分拢是生活用水，而且有中立工业区的工业放流水。环保局也要来整治黄基溪整治，希望会当去除7成以上污染源。黄基溪是埔心溪水头主要的支流，经过内陆人口密集的所在，污染的来源以生活垃圾水为主，嘛有中立工业区的放流水。2016年起用画作是桃园市新街溪、甲埔心溪重金属废污水排放第1级总量管制区。黄前溪位于埔心溪上游中山公园旁，周边为内地地区人口密集区域，河川主要污染来源为生活污水，水质长期状况不佳。透过特殊的氧化工法来净化水质，黄基溪水质改善工程按算9月份完工。营养设置水质改善工程暂停开放的中山运动公园堆球场，即卖也恢复使用。将污染水体导入砾石槽，与附着于砾石表面的生物膜进行反应，借以降解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各项污染物质去除率可达70%以上。环保局表示，黄基溪水头水质改善计划总经费是1亿4千万。完成了后，会当将黄基溪的水质为严重污染降低到中度污染。
未来若配合有水地下道起好好，就会当开放黄岐溪淹过水清，还佫有鱼仔伫内底游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人生的公路直直行，正确的路伫倒一段。高雄内门有一阵顶头艺术团，团员是来自台湾各地头，内面也有真侪人有正艰苦的过去，因也浪子回头。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团长是安怎用顶头的艺术来改变这阵人。成立伫高雄内门的正宗艺术团，是在地囡仔帮庄因创立的顶头团体。因常在伫庙会庆典来表演，团员上济时期有到200多人，嘛有照顾过单亲甲隔代教养的囡仔。这20多年来是拢毋捌停过。你会感觉讲啊，这个文化咱就是一个传承，啊，这个传承的部分一定爱奉献做些时间，包括要照顾这的单亲啊、隔代、高中生、大学生吼，伊的迄个技艺啊来做产学合作啊，做学校社团来训练。我是国3下学期，差不多14岁，因为我是去社会局转介，因为我来来去去，我换过这个所在啊，换到最后，这是我最后一个所在。艺术团平均一年大大小小有500场的演出，这嘛是依次团员生活主要的收入。不过2020年的年初，对外国疫情爆发开始，有捌4、5个月的时间无活动通好接，团部的营运是真做真大的问题。咱讲一个较现实就是钱啦，甲人的问题啦，要安怎互伊为袂晓变做足厉害，吼啊每一个人位置爱放伫倒位，咱拢已经足了解啊。问题就是讲，咱爱经费。虽然经费欠缺，所有的表演嘛拢暂时冻点。不过团长对演出的细节并无放零，团员也是照起工伫训练。希望讲疫情以后，大家拢过啊平安啊，吼！我希望搁甲咱的顶头、咱的北家长，甚至咱的观众秀，啊，咱的钟馗阵，会当传遍就是咱的世界，去搁较侪国家，吼，表演互国外人看。疫情当地的滚价。台湾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影响，艺术团爱安怎伫困境当中找到出路？团长彭宗银用伊的热情持续累积能量，等待疫情过了后，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水。记者罗敏珠、连新维高雄报道。伫咧巴基斯坦有一种真残忍的误毒，就是把盐用铁链仔连起来，搁再放到烧家。虽然官方早就禁止这款的行为，不过却转做是地下化。有一只才4个月大的细只乌盐，险险受到这个人迫害，好佳在有甲救出来。一只4个月大的乌盐大宝，用后脚徛起来，算头壳顶的树枝，一个水边啊也是特别传予伊耍水的。大宝这么走起来真紧，身体真健康。甲伊拄则互人送来巴基斯坦北部伊斯兰马巴德这个保育中心时阵，差真多。He was a little baby bear that was stolen from his mother. In fact, his mother was murdered. We heard that the incident happened in Azad Kashmir near the line of control. And the poachers picked him up, put him in a little sack, and then he hadn't even opened his eyes as yet. 保育人员讲，大宝拄送来时阵才2个月，正爱摸牛奶干那啉牛奶，不过迄当阵真瘦，耳孔感染，抑个皮肤病，看起来真可怜。杜拉姐甲伊的老母抬死了，准备要甲伊送去倒盐。倒盐是一种源自英国的残忍的误毒。表演进前，会甲盐喙内尖喙齿挽掉，2个鼻孔中装一个铁箍。增加了也该磨皮，大部的鱼啊甚至也互人挂掉。倒盐时阵，会用铁链啊或者是锁啊，将盐绑掉的，放到该攻击。若盐倒伫咧涂骹就算输。这种残忍的活动早就被禁止，不过私底下也是有人伫咧做。好佳在大部被救出送到保育中心。को हम खुराक पहले छोटी छोटी करके काट के फ्रूट सब्जी कोई भी खुराक हम फीड जब करते थे काट के करते थे तो अभी आहिस्ता आहिस्ता जैसे जैसे बड़ा हो रहा है इसको उस माहौल में लेके जा रहे हैं कि अपने माहौल की तरह ये खुद फीड तलाश करे और पूरी जो है ना उसको एटम कोई भी एटम है एप्पल है तो वो पूरा डालेंगे बनाना है वो पूरा डालेंगे कोई भी एटम है सब्ज़ी में है तो वो पूरी हम डालते हैं ताकि ये खुद उसको पिक करे और खुद उसको खाए चीर फाड़ करे उसकी खुद खाए वो。动保人员讲，大宝怎啊身体状况袂歹，正一个训练伊踮野外生存的能力。但伊大到1岁时阵，就准备要互伊回归大自然，登到克什米尔的自然栖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杜拜这个国家佫加一项世界第一个纪录啊！这届是有一个深度60公尺深的畅水游泳池，而且伊上介大的特色就是伫咧水底有一个城市，游客通好去冒险。穿好畅水装备畅落水底，竟然看到一座大型的图书馆。这个水中世界是杜拜最近新开的一座畅水池。这座畅水池最近获真侪国际媒体报道，因为伊的深度有到60公尺，超过波兰畅水池45公尺的世界纪录。要甲规个池注满水就要1400万公升，等于是6座奥运规格游泳池。也毋过设计者讲，上大的特色是伫咧水内面建造一座城市。It's themed as a sunken city, which is fascinating for divers, free divers, and scuba divers to explore. 设计者用山洞加破损的表面建造无同的空间，伫内面畅水能看到各种无同的风景。除了敢若有囡仔画过饼，试过伫咧弹树棍，以摧残破坏圆门，互人想要入去耍的游戏间，甚至也有变数。It's appointed with all the latest technology, 56 underwater cameras served up to the surface deck and a dive safety station, sound speakers down to 15 meters. We have lights throughout, more than 150 lights throughout,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mood by closing out shutters and blacking out the facility and then adjusting the light intensities throughout the facility. 各种设计，互畅水游客伫咧水内面想要骑乌托拜、行棋，甚至行连一杯下斗茶拢会当。这座畅水池初7正式开幕，也毋过即嘛是邀请制，到7月底才对外开放有效。想要来体验，也该等一下。公司新闻市湾0编辑。大人囡仔拢真爱耍的塑胶夹仔乐高，目前也当咧研究讲用回收的塑胶料制作新的材质，按算伫2年内就会当重新上市啊。用一个乐高积木捏做大圆，摆插船，也有乐团，大人囡仔看到拢真喜喜。也毋过，即寡塑胶做的乐高积木也互人批评无环保。即嘛，丹麦乐高集团要解决这个问题。We want to be a responsible user of plastic. We understand the concern that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have of plastic out there in the world, and certainly plastic in landfill or in the environment. And we believe that recycled material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address that. 乐高伫咧过去每年用10吨的塑胶原料生产产品，对环境造成正大负担。业者伫咧6月底宣布，正伫咧研发绿色的积木，按算18到24个月内开始销售。这种环保积木的材料来自塑胶干仔回收的塑胶料，一寡塑胶干仔拢是欧美认证会当装饮料的塑胶材料。If you're going to drink a fizzy drink or a bottle of water out of that, then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safe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for use. 其实乐高伫咧2018年就发现甘蔗所做的生物聚乙烯来做玩具内面较软的部分，譬如讲树下，也毋过因为无够定，无法度做做积木。这种新研发出来环保积木定度有够，也毋过色彩加结合度也该改良。即嘛1公升的塑胶干仔，大概会当做出10块标准大小乐高积木。乐高伫去年宣布，3年内要开4亿美金投资环保材料，10年内用绿色积木取代传统的塑胶积木。希望未来大人囡仔伫咧耍乐高的时阵，会当耍了欢喜，搁环保。公司新闻市湾0编辑。下晡晡天气安怎变化？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对28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7点再相会。